花光了吧？还没，还有剩2个月后再去，继续努力。日票无开完，继续干巴底。民众唔是伫日本，也无就是伫咧飞龙机场。今年为元旦、春节、国历节、中秋到跨年元旦，连假到9个，敢若过年就一困到休10天。10天休得够吗？够，已经长毛了。休好久还是觉得太短，怎么一下就过了？不够。休假永远都无够，不过补班就真正是补到海惨，因为年假济，补班嘛济，创下史上上济，大家心情嘛对咧怨气。民事行政总处赶紧想连休的各个方案，看是要维持现状，还是休3节、春节、国历节、中秋节，加上清明和儿童节弹性休假，或者是干那休3节、春节、国历节、中秋节弹性休假，还是减到回落暝前一天和清明节弹性休假，落尾是干那回落暝前一天弹性休假，4月底送行政讨论。弹性休假是要安怎休，这是上好。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啦啊，因为今年是比较特殊，是有6个要补班的这样的一个天数啊。那不一定每一年都是6天，那顶多就是上下1-2天，实在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去做调整。劳工团体认为，大家已经惯习年假，会当好好休喘，就无需要再改变。补班日无什么上班的人会当请地休假，连小小假期什么休假心会开，安尼补班日来做甲真认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